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际黄金的计数。今仔日的早盘创下着历史新高，每盎司一度起破着美金3500块。若是以台票来讲，即摆一钱是13300块。这个计数已经超过4月所创下的高点。今年以来，黄金的计数已经起超过30%，因为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这个月会宣布降低基准利率，嘛来带动着金啊，搁来起价。当这个政治甲经济无稳定的时阵，黄金常常互看作是避险的资产。若搁加上低利率的环境，就特别会吸引人来投资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